喺影片開始之前，首先要講清楚呢一條影片同上一條影片嘅內容大概有8-9成係相似，不過今次係為咗一啲完全唔識填表，或者我所講一啲老友記啦、老人家啦，對於填表非常之陌生、非常之恐懼嘅人呢，我會將個流程還原基本步，非常簡單，喺細節嗰度講得清楚少少，希望幫到佢哋填表嘅。如果你覺得我其實唔係好怕填表嘅，當日 BNO Visa 都係咁填啦，咁嘅話呢，上一條片嗰個明快節奏可能啱你多啲啦。第一個問題，我會唔會填錯表呢？網上成日都有話新表舊表，其實所謂嘅舊表係以前嘅填表方法，主要係用自定電郵登入。當你填表之後付款，然後就要轉介你去第三方嘅認證中心，即係簽證中心嗰度上載文件同埋打字模啦。新表嘅填表方法主要係要用翻我哋嘅簽證戶口 UKVI 登入，一陣都會講多少少關於呢個戶口嘅。喺填表嘅過程裏邊，我哋會喺過程中間用 App 去做一個身份嘅認證，亦都會掃描護照，所以你唔再需要去簽證中心。然後填表之後，最後交錢，佢就會話俾你知要上載啲咩文件，同時喺網頁裏邊上載文件，你嘅申請就完成啦，相對係比較簡便嘅。至於我應該用新表定係舊表去填寫呢一份嘅永居申請呢，就好在乎你嘅護照類別啦。以前啲人又擔心要搶快證啊、俾錢方法啦，其實呢一啲嘅情況呢，慢慢喺個新表裏邊一路都更新緊，咁反而唔係我哋最關注嘅，最關注嘅其實係你個護照到底合唔合資格。如果你嘅護照喺當日申請 BNO Visa 嘅時候係可以用嚟 scan 到個晶片做到認證喺 App 度申請嘅話，今日你都應該係可以嘅，咁就唔使太擔心啦。如果你嘅護照當日係唔能夠用 App 申請，你要去簽證中心申請，而你喺呢5年裏邊又冇更新過你本護照喎，咁你好大機會今日都唔可以用 App 去申請啦。一陣我都會講下，萬一有需要嘅話，點樣揾翻張舊表出嚟嘅。都係嗰一句，份表格就唔係好難填，亦都唔應該咁早填表啊，因為份表格不斷更新緊，今日填咗嘅嘢，可能聽日佢嘅表格改咗形式，咁你就會好擔心噶啦。不如我哋準備好晒啲資料，填表呢，反而可以係早1-2日先做嘅。填表需要用到好多資料，呢啲資料最好喺你填表之前，我諗1個月、2個月，越早越好啊！預備好晒呢啲資料，入晒落去電腦裏邊，咁呢，你填表就唔使太擔心啦。第一係申請 Visa 嘅主護照，無論 BNO 定係特區都好啦，主要嗰一本。另外5年內你曾經用過嘅其他所有新舊護照，通常你用 BNO 申請嘅話，你應該準備埋特區護照。如果你本身只係有特區護照，咁你就冇其他新舊護照，可能係啱啱續咗期嘅嗰本舊護照啦，但係就冇其他啦。至於其他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NI 車牌，可以嘅話，盡量將嗰啲 number copy and paste 擺定出嚟，千祈唔好到時手打，如果唔係好容易打錯㗎。要記低你批出 Visa 之後進入英國嘅嗰一日，以及喺其後呢5年裏邊你曾經出過境嘅日子。咁記住要記低嘅呢係你到達當地同埋離開當地嘅日子，而唔係離開英國同埋到達英國嘅日子。可能你會擔心，我真係唔係好記得點算啊？其實你檢查護照裏邊嘅戳印，或者你曾經購買過嘅航班上面嘅航班資料，都可以揾得返呢一啲嘅資料、日期同埋地點等等嘅。表格裏邊只係需要你填寫，係唔需要你提供證明，你只要記低呢啲項目就可以㗎啦。如果你未夠65歲嘅話，你需要提供 Life in the UK Pass 嘅成功編號啦，同埋你嘅英語能力嘅證明文件或者係成功編號。咁大家咧將呢啲資料記低或者預備好嗰張證書就可以啦。特別關於英語證明方面，如果你係用 B1 考試嘅話，你只要提供成功編號就可以。如果你係用英國大學出嘅證書嘅話咧，或者英國嘅即係相關教育機構啦，咁嘅話咧，其實你只係需要畢業證書就可以㗎啦。但係如果你係海外大學而非英語國家嘅話，大家可以上返網頁或者睇返小妍之前嘅關於文件嘅清單啦。咁又提到邊啲國家可以，邊啲國家唔可以㗎。咁嘅話咧，你係需要用到
我哋叫做 edX 或者以前叫 NARIC 啦嘅一個學歷轉換嘅證明，咁大家一定要做足呢啲清單啦。咁特別關於 top up degree 提一提啊，雖然 top up degree 裏邊嗰個英語能力證明好大機會都係英國機構發出，但係近期絕大部分嘅申請人都係被要求補交 MOI 嘅文件，即係證明你係英語授課。咁呢一方面大家都可以及早準備嘅。當呢一啲都準備好，係時候將當日同 Visa 相關嘅一啲批出信件啦，又或者中間經歷過續簽嘅續簽文件都要揾翻出嚟，因為你有機會要用到佢嘅到期日啦、批出日啦，或者某啲嘅參考編號，揾定出嚟就會安心啲啦。另外，如果喺英國嘅呢5年，你有任何嘅違規清單，咁主要係講緊揸車嘅清單啦，咁大家都可以盡量將佢揾翻出嚟。如果當日收過啲咩信件，咁嗰啲信件上面應該有編號，亦都應該有日期，同埋有嗰個犯規違規嘅類型嘅，咁大家都可以揾翻出嚟咯。咁喺呢度特別講少少關於 Buzzlink 嘅問題啦。我諗我哋唔少網友咧都試過誤入 Buzzlink 㗎。Buzzlink 如果你收過信咧，上面係寫住 PCN 嘅，咁但係喺呢份表格裏邊，佢要求你填寫嘅，我哋叫做 FCN， 大家睇到嗰度就會知道㗎啦，係啦，咁一個fixed penalty notice 咁啦，咁但係我哋收到嘅Buzzlink 嘅信係 PCN 嘅，咁咧所以好多網友都試過啦。嗱，呢個唔係我親身經歷，因為我冇入過 Buzzlink 啊。但係聽翻身邊啲朋友或者一啲網友嘅經歷咧，佢哋冇填到 Buzzlink 落去，因為資料上面冇要求啊嘛。新表格佢寫得好清楚，佢嘅幾項違規事項裏邊係冇包括 PCN 嘅。咁大部分其他嘅事項咧都係同上 court 啦，一啲比較嚴重嘅 speeding 啦，即係或者超速啦等等有關。咁變咗呢一啲嘅咁微小嘅交通事故，或者只係得1、2次嘅，唔係交通事故，即係微小嘅Buzzlink 或者係一啲可能違泊，但係一啲唔需要上 court 或者咁樣嘅情況咧，咁佢哋有啲朋友冇填到啊。咁我覺得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啦。如果你記得又唔係次數又唔係好多，你覺得填埋安心啲，咁咪記低佢填埋佢咯。如果你真係我真係記唔到咁多次啦，咁嘅話咧都唔使過分擔心嘅。但係當然，你其他嘅例如超速或者需要上 court 嘅一啲違規比較嚴重，就當然一定要填啦。咁填寫呢份表格主要講緊咧，都係一個誠實嘅申報。如果你覺得我申報咗係一個誠實嘅需要，咁你照申報。一啲唔清楚嘅日期，你喺註明嗰度或者 others 嗰度寫清楚，我真係唔記得日期，我大約有幾多次，我相信咧佢都會明白嘅。第二樣嘢都應該係及早準備嘅，就係 UKVI 呢一個嘅 account。我建議大家提早1個月到啦，上去 check 一 check 睇一睇啊，因為有咩問題，你及時仲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請更改啦，又或者你仲可以決定係咪應該要轉用舊表啊。如果你喺填表嗰日先發現你呢一個戶口登入唔到，或者登入裏邊嘅資料係錯嘅，咁你到時就會好彷徨㗎啦，不如及早檢查啦。上網揾 eVisa， 你就會揾到大約呢一個版面啦，上面有2格㗎，其中一格第3行 View your eVisa and get a share code， 呢一個版面咧主要係用嚟檢查我哋嘅 eVisa 嘅情況啊、status 啊，或者咧我哋攞一個 share code 俾我哋嘅僱主使用。如果你有返過工喺英國返過工啦，咁呢個你就好熟悉㗎啦。另外，如果你已經確定有啲資料我係需要去更改嘅，你可以揀第6項 Update your details 啊。咁咧，但係呢個 Update your details 喺你登入咗 eVisa 裏邊，其實都仲有得揀嘅，唔使太擔心。順帶一提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可能有啲網友本身唔需要喺英國返工啦，又或者係之前冇乜留意新聞或者消息咧，本身又唔係好熟 IT，可能真係冇開到 UKVI account 㗎。如果係咁咧，咁咪如果你肯定自己冇開過，其實你可以用翻你嘅 passport 開翻，跟住你可以 link up to your eVisa，咁其實都可以喺個 UKVI account 裏邊駁翻你自己嘅 BNO Visa 嘅資料嘅。如果你覺得好似我啲仔女或者我自己好似應該開翻 UKVI 㗎啦，咁檢查下入唔入到啦。通常佢都係用護照、出生日期，然後就會問你係想用電郵定係想用 SMS 即係電話嘅訊息啦，去做一個認證登入嘅。咁呢個版面同你之後去申請BNO 永居啦，其實嗰個登入 UKVI 嘅版面係一樣。如果呢度入到咧，到時你都會入得到㗎啦。入到之後，你會見到一個版面，個版面大約係咁嘅，有名、出生日期、國籍 status、valid from 或者係 valid end day 啦，咁然後跟住就有你張相咁樣啦。大概呢個版面咧就係你嘅 eVisa 啦。
如果你喺同一版拉到頁面嘅下方，就會揾到呢一行 check and update the details，咁你就可以 check 翻你嘅 UKVI account 裏邊嘅資料，然後亦都可以去更新啦。揀咗 check and update the details 嘅時候，入到去佢又會經過一大版嘅版面啦，總之到最後啦就會有呢一個字 update your UKVI account，click 入去又係入翻頭先所有嘅資料之後，你就可以 update 你嘅資料啦。咁喺個 update VI account 裏邊咧，你會見到個版面側邊係有幾行藍色嘅細字㗎。咁第一行係 personal details 啦，咁主要係你啲個人資料啦。咁我哋主要係睇第三行先嘅 sign in details。Sign in details 咧係顯示咗你嘅登入資料，你用咩護照登入，你用咩電話同埋咩電郵。如果你日後想更改嗰個認證方法同埋護照資料咧，都係喺呢一度去處理㗎。呢一度有一個位叫做 add a helper 啦，咁 helper 係可以幫你手去睇表，但係我印象中好似佢係唔改得你啲資料嘅。另外一點非常重要就係更新你嘅contact details。如果你曾經搬過屋啦，記得要更新你嘅地址。如果你曾經喺呢5年裏邊換過護照，記得喺呢度重新更新護照咯。咁而你最後加入嗰本護照咧，其實就係 UKVI 嗰一個嘅國籍同埋登入資料嘅。即係話，如果你5年裏邊你 update 過你本護照，或者呢刻你諗住更新你本護照，更新完之後你就要用新嘅護照資料去登入㗎啦。順帶一提，有啲網友咧可能一直都係用 BRP 登入㗎，咁到時申請永居係唔可以用 BRP 登入嘅。如果你更改唔到你嘅登入方法，你可以揾 Home Office 去幫手啦。咁問 AI 啦，到底我有呢個情況，我應該去揾邊一個網頁 send 邊個 email 啊？咁佢應該會慢慢同你講得清楚啲㗎啦。咁如果你提早發現呢個問題，即係我哋頭先講緊喺填表之前1個月咧，你就應該要開始處理呢樣嘢啦。發覺有問題喎，咁你來來往往咧 email 咧1個月都應該差唔多㗎啦。如果最後都解決唔到，我會建議咁算啦，不如去用舊表申請。舊表係完全唔需要啟動你嘅 UKVI account 㗎。咁如果特別係啲長者啦，咁個人比較緊張嘅時候，其實呢個方法可能你都會放心啲。如果呢啲以上嘅東西你都準備好啦，咁我哋就可以安心等到正式開始前1-2日咁就去填表啦。填表嗰份表咧都係一樣，上 Google search ILR， 不過一定要加翻 BNO 啦。本身永居嘅表格係有好多份㗎，我哋要揾翻專屬我哋 BNO 嘅嗰一份 Settle into UK 嘅表格。填表之前當然要計下自己夠唔夠5年啦。所謂嘅有效5年居住日期，如果 Visa 批出之後，你係180日之內已經入境英國，其後冇乜再離開平均每1年嗰個任何1年嘅12個月裏邊咧，都冇超過180日離境咧，咁你就可以由 Visa 批出嗰日開始計。如果你係 Visa 批出之後超過180日之後先入嚟英國嘅話咧，咁你嘅5年有效日期咧係會由你入境嗰日開始計，咁即係話 Visa 到期嗰日你係一定唔夠5年，咁就一定要續簽㗎啦。呢一點大家可以留意清楚。響永居5年有效居住日期之前28日，你就可以開始申請。咁我即管用 Visa 到期日表示嗰個5年有效居住日期日啦。喺 Visa 到期日往上數4行喺個日曆表裏邊啦，往上數4個星期，跟住再加多1日就係最安全嘅日子。如果你覺得我往上數4星期都係28日，我都可以申請㗎啦。其實你都可以嘅，不過如果你唔趕時間，咪等多1日咯。網頁裏邊都清楚提醒我哋，65歲以上或者18歲以下係豁免 Life in the UK 同埋英語能力要求嘅。如果你喺填表嘅過程，佢有需要你填寫，唔緊要，你照樣過版。我諗你剔一個你覺得比較合適嘅選擇啦，然後最後咧寫翻一封信去證明就得㗎啦。因為呢一啲表格上面嘅 bug 咧，其實佢一路都修正緊，唔使太擔心嘅。更重要嘅係要緊記，每一個人都要獨立提交申請。你屋企有幾多個家庭成員，你就要交幾多份表格，交幾多次錢啦。如果你以為嗰個係你嘅 dependent 或者係你嘅仔女，跟住你幫佢填咗表，唔使再交錢咧，咁一定係一個錯誤嘅理解啦。正式開始之前，官網會提醒你嘅申請費用係幾多錢。另外特別記住，千祈唔好喺申請之後離開英國啊！一旦你離開英國，你嘅申請就會即時被終止，或者可以被視為你撤回申請㗎啦。可能你會問，咁我有冇機會揀到快證呢？有緣人就會有㗎啦。而家快證都係不定期出現，咁5個工作天之內會批出啦。咁不過留意，如果你嘅申請係比較複雜，佢講到明，佢需要用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去處理你嘅申請，或者要你補交文件，或者係有額外嘅原因係令到你需要長啲時間批出咧，佢係唔會退翻快證嘅呢500磅㗎。咁所以你就要諗清楚，你嘅 case 係咪直接簡單明快，值得用快證啦。
準備開始，佢亦都會再提醒你，你有兩個認證方法，一係就係用 UK Immigration ID Check App， 一係就係去簽證中心 TLS 嗰度打手指模啦。無論你係用新表定係舊表，其實都係喺呢一度 Start Now 開始，跟住根據你嘅護照類別再進行分流嘅。新舊表分流，你住嘅地方喺邊度？係英國本土定係英屬群島呢？第二，你有冇歐盟護照、特區護照或者 BNO 呢？咁我哋係屬於後者。BNO 同埋特區護照嘅分流嘅問題，主要係呢一條。Does your passport has a biometric chip 啊？咁即係你到底有冇晶片啊？你嘅護照，如果護照有晶片，你就可以繼續填落去；護照冇晶片，佢就會彈翻你去舊表。咁大家可以睇翻小妍之前有關舊表嘅教學，咁都會教到你點樣填寫舊表嘅。另外，因為認證身份需要下載一個 app， 如果你嘅電話嘅規格唔夠，太過舊啊，咁你都係下載唔到啦。不過呢個問題比較容易處理，因為你可以用朋友或者用屋企人嘅電話去處理都可以㗎。撳咗 sign in 之後，佢會再叫你做一次 UKVI 嘅認證，你嘅護照、你嘅出生日期同埋你用電話或者電郵去認證。認證完之後就會登入到呢一個版面。正常嚟講，上面嗰一張就係你嘅 settlement form， 你嘅永居申請表。下面有機會見到兩個格。如果萬一你未將你嘅 UKVI account link to your e-visa， 即係未駁埋你嘅 visa 咧，咁呢一度就會有一個表格叫你click 入去駁翻你嘅 visa 嘅。如果你已經駁好咗，你應該直接見到第二個格就係 BNO visa 嘅資料。嗰個格咧，千祈唔好再喐佢，唔好掂，唔好掂，唔好掂，淨係搞 settlement 好啦。由第一張 form settlement click 入去，你應該會見到呢一個版面，佢列出咗你一路填寫嘅進程。完成咗嘅話，嗰一個 cannot start yet 嗰個灰色格就會變成 complete 嘅啦。咁所以你一路填就會知道自己填到邊度。如果你 save 咗張表格，再翻嚟再填，你都可以睇到自己喺邊一度開始繼續撳入去再填翻嘅。表格嘅最底雖然有 Visa Centre Appointment， 但係當你用 app 認證完身份之後，呢一個表格就會消失嘅啦。每一個申請人都有佢自己嘅 UAN， 即係佢嘅個人嘅獨立申請編號。咁呢個申請編號喺呢一版嘅主頁嘅呢一個位置都可以見到嘅。咁我哋而家開始由第一個格 Identity and Contact 嗰度開始填啦。第一條問題，你係咪喺 UK 境內？正常應該係嘅。第二條問題，你有冇使用移民服務，或者你係咪用移民嘅律師去填呢份表格呢？咁樣，咁我哋如果你係自己填表嘅話，應該係揀 No。如果你係由律師填表，咁份表唔係你填，佢會揀 Yes 噶啦。然後佢會問你聯絡方法，呢一個電郵電話係咪你想我哋用嚟聯絡你嘅一個項目呢？你可以按需要決定沿用或者更改，咁填翻啲資料就得噶啦。一啲個人資料問題，你嘅地址係唔係喺英國裏邊？你嘅性別、你嘅出生地點、居住情況，你係擁有物業租屋定係同屋企人同住呢？或者其他呢？咁你可以剔翻再填翻。留意一下，如果你係近期搬過屋，通常我懷疑應該係2年啦，佢有機會要你填翻以前嘅地址嘅。如果你短期之內搬過屋呢，建議你都將以前嘅地址揾翻出嚟，方便你填寫。跟住係一啲同簽證有關嘅問題，你係唔係 BNO holder 咧？如果你本身有 BNO 咧，正常應該都係剔第一格嘅。如果你本身冇 BNO， 你只有特區護照，咁但係你係屬於 BNO holder 嘅 family member， 你就應該係剔第二格啦。留意一下 family member 咧，係指所有附屬係 BNO 身份持有人而獲得簽證嘅人。呢個類別係包括配偶、18歲以下嘅子女、18歲以上嘅成年子女，亦都包括成年受養親屬，即係 adult dependent 啦。大家可以喺自己嘅 UKVI 賬戶裏邊睇，如果上面寫住你係 BNO household member 或者 BNO adult dependent relative， 咁你就應該叫做 family member。至於第三項 another permission 咧，其實係俾其他簽證裏邊用，唔關我哋事㗎。揀好之後，揾翻你嘅簽證到期日出嚟，寫翻落去，咁就可以㗎啦。填完之後，佢就會問你，你有冇其他嘅同類申請正在進行中呢？正常應該係冇㗎。身份認證準備開始，佢不厭其煩提翻你要檢查你護照上面有冇呢一個嘅晶片圖案啦，你嘅電話係咪已經係 iPhone 7或者係或以上啦，又或者係 Android 機但係有 NFC 功能啦，咁再一次檢查，然後就開始啦。呢個時候畫面就會提示你可以下載呢一個 app。咁如果你係已經一早下載咗，當然冇問題啦，但係而家下載亦都冇問題嘅。個 app 應該係圖中呢一個紫色好似有個皇冠圖案咁樣嘅 app，唔好認錯啊！打開個 app 之後，你可以選擇入 Connect Code 或者係掃描 QR Code，跟住佢就會問你想用電郵定係用電話去做一個認證。認證完之後就可以㗎啦。
處理緊個 app 嘅同時，你會發覺電腦嘅畫面變成呢一個畫面 ，You are connected to the app， 同埋佢話佢會幫你登出嘅，唔使太緊張，我哋做晒所有嘅身份認證喺呢度再登入都未遲。同一個 app 係可以做好多個認證嘅，所以你可以用翻仔女用開嗰個 app， 或者你哋可以同一個 app 做晒你哋所有全家人嘅申請都可以。咁喺掃描嘅過程裏邊留意一下啦，當你 connect 到 app 之後，首先佢就會要你將你嘅護照嘅資料頁影一張相，影完相之後就會叫你掃描晶片，然後就會叫你拍照噶啦。掃描護照嘅時候要留意，可能你要將本護照同個電話上落或者前後咁樣褪一褪位，揾到個晶片為止。揾到之後就唔好喐，俾佢掃描個晶片。讀到晶片之後就到拍照啦。拍照方面，光線充足係最緊要嘅，戴唔戴眼鏡反而唔重要。我個人建議啦，最好係白色長深色衫啦。如果萬一影相方面佢發覺影嚟影去都影唔到，可能佢會叫你上載照片，咁都係要揾一個白色底然後深色衫嘅一個版面去做㗎。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影完相之後，佢就會叫你核實剛才所俾嘅所有資料，核實成功 ，App 嘅功能已經完成，咁你就可以登出個 App，翻去電腦嗰度重新登入，繼續填寫啦。再入翻 UKVI 嘅話，你會見到剛才填咗嘅地方已經寫住 complete， 唯獨呢一個 confirm your identity 淨係 in progress 㗎。click 翻入去啊，你就會見到 identity information submitted， 咁即係你已經完成啦。continue 就可以繼續填表㗎啦。接落嚟就係申報你仲有冇其他名字或者其他國籍。如果有其他國籍嘅話，咁你就照填翻啦。有 BNO 咪填埋特區，有特區你仲有其他國籍嘅，你咪繼續填落去咯。咁填翻你嗰啲各個護照上面根據你嘅護照資料嘅 detail 咯。咁特別留意關於到期日嗰一點㗎，小心睇清楚題目，佢係問你護照到期日啦，定係問你國籍到期日？正常嚟講，護照係有到期日，但係國籍係冇到期日㗎，除非你已經放棄咗個護照嘅國籍啦。咁大家喺呢一度填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另外提一提啦，當你填到特區護照嘅時候，好多時候佢會問你有冇 identity card 㗎。咁特區護照咧，通常我哋都會將身份證填埋落去。不過如果你而家呢個選項你揀嘅係一個 BNO 護照嘅話，咁佢問你嘅 identity card 咧，其實你唔填都得嘅，就唔使太擔心。第二部分 prepare application， 填寫你現有嘅 BNO passport 同埋 passport 嘅相關資料，包括到期日同埋 passport number 啦。你嘅婚姻關係狀況同埋自從申請 Visa 以來有冇任何嘅婚姻關係改變呢？佢會問你有冇其他 family members 會一齊 apply 呢？如果你係諗住拎 family code 去填寫其他 family member， 咁呢度就需要填 yes 咯。但係留意下，如果你即使係家庭嘅其中一個成員啦，但係我係一個成人身份，我本身自己有 BNO 或者特區護照，我係可以獨立申請，唔需要依附任何人嘅話，呢一度就你填 no 咧都係冇問題嘅。如果你填咗 yes 咧，佢就會再追問你，你有幾多個家庭成員一齊申請，同埋佢哋開始咗申請未？如果你所有家庭成員都未開始申請，你係第一個咧，咁佢就會出 family code 俾你啦。如果你寫我已經有人開始咗，佢就會叫你填寫 family code，就係咁啦。通常我哋嘅做法，如果你係主申請人，咁就梗係填 no， 然後有 family code，跟住留翻個 code，跟住就俾你嘅子女申請啦。但係如果你係dependent 嘅，咁係咪一定要填 yes 咧？我填咗，我之前寫咗佢哋未開始申請，咁我有 family code 得唔得咧？其實都唔緊要㗎，因為佢只係需要將全家人嘅 family 連埋一齊，佢只係想做呢樣嘢啫。咁到底邊個係主邊個係次，其實就唔係好緊要。佢睇申請嘅時候咧，自然就會再額外處理㗎啦。簡單啲嚟講咧，作為成個 family 嘅第一個人，咁佢就填 no， 然後由 family code 抄起佢俾其他人用啦。咁但係通常嚟講咧，我哋都會話最好嗰個就係主申請人啦，因為主申請人唔申請，其他人又點可以申請咧？其他人係唔合資格噶嘛，咁所以最好主申請人填 no，dependent 填 yes 啦。當個 code 出現之後，最好抄低佢。第日佢喺確認電郵裏邊，或者你再入翻你嘅申請表格裏邊，其實都見得翻嘅，只係以防萬一，抄咗佢好啲咯。呢一度問及你第一次 first arrive in the UK， 第一次到達英國嘅日子，即係批出 visa 之後嘅首次入境日咯。另外再問你過去5年任何12個月之內有冇超過150日離開英國啊？呢一個150日只係方便 officer 喺處理嘅時候睇下你係咪一個邊緣 case， 要幫你特別數日子，但係你如實填報就可以㗎啦。佢嘅規定仍然都係過去12個月之內不可以離境超過180日嘅。
關於離境資料嘅填寫，大家可以首先留意細字。佢講到明英國、瑞士、歐盟地區、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都係唔計算在內，呢啲地方係唔需要寫嘅。咁如果大家好擔心死啦，我去嗰個地方係唔係歐盟地區啊？咁佢其實下面咧有一欄藍色嘅格仔俾你 click 入去睇一睇個 list 㗎。咁香港、日本、台灣基本上都要寫㗎啦，即係總之亞洲地區就要寫咯。咁另外喺寫嘅時候留意一下，睇清楚隔離咯，佢要你寫嘅就係抵達當地同埋離開當地。咁至於轉機使唔使寫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在乎自己有冇出境啦。如果純粹喺嗰個地方嘅機場轉經完全冇出境記錄咧，咁你可以自己決定寫唔寫啦。但係如果出過境咧，就應該係一定要寫。咁記住寫嘅時候，針對翻你自己嘅護照同埋你嘅護照嘅戳印啦，同埋航班嘅資料啦，咁就係最準確嘅。咁如果大家真係好擔心有遺漏，我覺得自己唔識喎，其實你係可以向英國嘅入境處申請翻自己嘅入境記錄嘅，咁都係一樣啦。你問翻 AI 應該點樣申請啦，咁佢會教你去邊度申請，填啲咩表，咁然後咧大家可以攞翻個 record， 雖然嗰個 record 咧都未必齊備嘅，但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係呢啲嘢就要提早做咯。跟住落嚟，如果你有 NI number 有 driving license， 你可以將啲資料填落去。如果你有接受過任何公共福利，就應該如實填寫，但係正常應該係冇嘅。如果你係18至64歲，正常你係會見到呢一版，佢會問你有冇可以豁免應考 Life in the UK 嘅情況咧？咁如果你係冇，咁你就應該要填寫，正常係冇豁免啦，咁就應該要填寫 Life in the UK Test 嘅合格編號，喺早前你收到嘅合格結果電郵都係揾得翻嘅。以下係一啲聲明部分，為咗方便大家理解，我盡量將嗰一啲嘅細字咧去做一啲簡單嘅翻譯啦。但係所有嘅內容都係以英文內容為準嘅，千祈唔好淨係睇咗我嘅中文字，然後你就去填 yes 同 no 啊！記得自己睇翻啲英文嘅條文啊。首先移民記錄方面，你有冇曾經被拒簽、拒絕居留許可、被驅逐出境等等嘅情況呢？違反英國移民法方面，你有冇試過任何非法入境英國或者非法逗留嘅情況啊？喺定罪同埋其他處罰方面，你有冇試過被刑事定罪、訴訟或者涉及一啲法院嘅情況呢？呢一度提到嘅 Fixed Penalty Notice（FPN） 啦，其實超速、揸車用手機冇扣安全帶而被罰款咧，其實都係一啲 Fixed Penalty Notice 嚟㗎。咁另外一啲法庭嘅判決，例如因為嚴重超速啦、危險駕駛要上庭，咁呢啲就係叫做 Conviction， 一啲刑事定罪啦。咁如果至於你話 Parking Tickets 停車罰單，如果係由 Council 發出嘅一啲黃紙，例如泊錯位，通常係唔使報嘅嗱，通常啦。但係如果係警察發出嘅 FPN 就要報啦。FPN 係咩嚟嘅咧？有時我哋諗翻轉頭，如果係由警察發出咯，例如你喺現場被警車截停開告票，或者超速相機影到之後收到嗰啲罰單，咁就一定要報啦。至於 Buslink 嘅問題 ，Buslink 咧通常係屬於 Penalty Charge Notice（PCN）。咁去到 PCN 嘅問題咧，通常就係講緊闖紅燈啊、入禁區啊、Buslink 啊呢啲啦，由 Council 發出俾你，只要你準時交咗罰款，理論上係可以唔使申報㗎。當然都係嗰句啦，誠實就係金啊！如果你係一啲輕微罰單，未必會申請到未必會影響到你申請被拒嘅，但隱瞞唔報就好危險啊嘛！如果你有啲疑慮，咪報咗先咯，盡量填。然後你有冇涉及一啲戰爭罪行、同恐怖組織或者極端組織相關嘅活動？你有冇從事任何影響國家安全利益嘅活動，或者令人質疑你良好品格嘅一啲活動呢？你有冇喺以下呢一啲比較敏感嘅機構或者部門工作過呢？請如實申報。同樣地，如果你係18至64歲，你應該係要提交英語能力證明。不過如果你唔係18至64歲，但係都要提交，都唔使擔心嘅。其實呢個係筆嚟嘅，你就交翻一啲 cover letter 去解釋就得㗎啦，唔使咁緊張。我哋而家講翻英語能力證明先。如果你係遞交由英國機構發出嘅相關英語能力證明，只要交證書就得㗎啦。如果你係遞交用英語教授嘅英語能力證明，但係佢應該唔係英國機構發出啦，咁你可能喺提交能力證明嘅同時，例如可能係證書啦，同一時間你都要遞交咧，就係一張我哋叫做英語能力轉換嘅 edX 嘅證明咯。如果你之前領取嘅學位係一個 top up degree， 即係話遙距大學課程啦，即使發出嘅大學機構係英國本土機構都好啦，officer 都好有機會係要求你補交 MOI 嘅。我哋估計係因為佢覺得你冇 student visa 啦，唔係喺本地讀啦，等等啦。咁總之文件準備多少少啦。另外，如果你係 B1 test 嘅話，準備你 B1 test 嘅成功編號，跟住 copy and paste 就可以啦。
至於佢下面嗰行細字 reading、writing、speaking、listening skills 唔使擔心，我覺得係 bug 嚟，等佢修正啦。然後佢會要你提供3條保安問題，類似我哋香港打去銀行會問你嘅保安問題啦，好似密碼咁重要㗎，揀清楚，揀完之後個答案一定要記得啊！有3條問題，同埋留意一下呢3條問題寫完之後呢，之前我有朋友試過，佢翻轉頭係改唔到呢3條問題㗎，唔知點解，咁所以揀嘅時候揀清楚啲，盡量等自己唔好重新填過啦。去到呢度填表嘅部分差唔多完成，跟住就係聲明啦。特別提醒你，有關一啲不合法居留嘅話，你就會有以下一連串嘅影響，睇清楚，跟住剔啦。聲明嘅部分，睇清楚你係咪已經明白所有嘅資料咯，確認你嘅身份，你係申請人，定係一個低過18歲嘅申請人，定係申請人嘅父母，等等等等。留意下選項2，如果你嘅年齡低過18歲而你係申請人嘅話，咁咧佢需要你提交父母嘅 consent form， 贊成即係同意你嘅申請咯。如果你係揀咗3 I am the parents， 我係佢嘅父母咧，咁填完呢一版之後，佢就會再有好幾版咧，就要你填寫你嘅個人資料嚟到做一個聲明申請嘅。去到付款嘅部分，我哋喺付款同埋提交資料嘅時候，你可以留意佢又會再提你一次㗎啦。上載文件之後，如果你撤回申請就不設退款㗎啦，諗清楚先好交錢啊咁咯。如果你想俾一個 faster decision， 你見到快證嘅選項，你可以考慮俾咯。跟住，然後我哋就會用 WorldPay 呢個系統去俾錢。咁主要暫時為止啦，嗱，遲啲可能會更改啦。暫時為止都仲係 Visa、Master 同埋debit card 嘅。居民已經有人反映可唔可以用 AE 卡去申請，咁佢處理緊，幾時得就唔知啦。俾完錢之後就會見到呢個版面，話俾你知你大約有幾耐時間，通常係11個禮拜左右咯，就可以上載你嘅 evidence， 即係你嘅一啲佢需要嘅證明文件咯。可以提大家啦，當你交咗錢之後 application submitted 咧，代表你已經跌咗入嗰個 3C section 嘅保障，即係話你已經可以暫時喺 UK 度繼續你嘅簽證條件，直至到等候結果發出為止嘅。不過你嘅簽證幾時開始被，即係你嘅永居申請幾時開始被處理咧？就係喺你交齊文件之後，咁呢個點係要特別留意㗎。你唔交文件，佢就唔會處理你嘅申請啦。提交證明文件。又一次提醒你，大約你可以有11個星期左右嘅時間去提交文件咯。咁你提交嘅文件咧，最好係6 MB 上限嘅。雖然系統寫住10 MB 啦，但係好多人就話6 MB 已經 upload 唔到㗎啦，唔好多過6 MB 咯。另外佢可以提供嘅文件類型都好闊嘅，即係 PNG 啊、PDF 啊、JPEG 啊嗰啲都係可以嘅。網頁提醒我哋最好幫個文件改一個簡單檔名，例如類別加日期。至於要交啲咩文件呢？其實個個都唔同㗎。通常我哋最開心、最期待，梗係呢一個畫面啦，冇文件。如果你係單人申請 BNO holder， 唔需要證明英語能力，或者你係用 B1 test 去證明，咁你真係有機會冇文件㗎。另外一種可能係有關英語能力證明，咁睇清楚佢要你交啲乜嘢英語能力證明咯。第3，有可能你要提交關係證明，關係證明上面就比較複雜。大家可以留意，如果你係講緊仔女嘅話，咁你要提交父母，佢係你父母嘅關係證明啦，所以出世紙，又或者係父母嘅結婚證書，甚至可能父母嘅 passport， 咁你都係要提交嘅。18歲以下嘅申請人可能要交 consent form， 咁呢個 consent form 咧，跟翻佢嘅要求，又係嗰句問翻 AI 點寫啦，咁同我哋香港寫嘅一啲授權信嘅意思其實都差唔多嘅。交完文件之後，你嘅申請就正式完成，就可以等結果㗎啦。如果萬一你真係有額外資料想補交，你重新登入返 UKVI 呢一個嘅申請嘅頁面咧，你會見到你本身嗰張 settlement form， 即係有 UAN 嗰個 number 嘅 settlement form 啦，下面就會有一個 submitted 嘅日期，亦都會有一個 evidence submitted 嘅日期，跟住就會見到一個可以補交文件嘅選項。佢個格仔咧都係用 provide requested evidence or photos 嚟到顯示嘅，但係睇清楚唔好揀錯 Visa 嗰張，記住係 settlement 嗰張啊。交晒文件之後，當然我哋係等 email 啦。喺等候期間，如果你有興趣，你都可以入去睇下 eVisa 版面嘅轉變，嚟到確認自己係咪已經成功遞交申請，或者係唔係已經成功批出嘅。同樣地，都係上網 search eVisa， 跟住用 View Your eVisa， 根據翻之前嘅登入方法入到去，咁就可以 View Your eVisa and get a share code 噶啦。如果你係未開始申請永居啦，呢度個 status 應該係寫住 Visa 啦，跟住 valid from valid until 即係你嘅 Visa 嘅到期日同埋發出日嘅。
如果你已經遞交咗永居申請，俾晒錢認證晒身份啦，但係你個簽證仲未過期，登入去你都會見到 valid until 呢一個嘅到期日，唔使驚，下面有一串字㗎，嗰串字就係用嚟證明你可以繼續喺英國留低，直到等到有結果為止。如果你喺等候期間，你嘅簽證已經過咗期咧，咁你就會冇咗個簽證到期日，但係仍然都會有呢一串字嘅，你可以留喺英國直等到有結果為止。如果你已經批出永居，即使未收到 email 啦，你嘅 visa 咧都應該係有一個 status 寫住 settled， 同埋寫住 no limi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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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啊！今日嘅影片比較長，可能有啲朋友唔係好明啊，你咪已經拍咗永居嘅申請程序咯，簡潔明快，點解仲要拍多次啊？其實個故事係源自有一次小妍返教會啊，咁我教會咧有一個奉承團契啦，裏面啲團友係好可愛嘅，佢哋又有愛心啦，然後又錫我哋啦，好錫我哋班後生仔。咁佢咧有一次啲長者啦傾開偈講起話，佢哋好擔心啊，就嚟申請永居嘅唔識填表，跟住就令到我諗起，咦係喎，其實我通常咧去設計表格或者我哋叫做拍片啦，拍片嘅思路咧我都係諗緊啊，我哋呢一批比較填表經驗都比較豐富，唔係好困難嘅人點樣填表？但係原來對於老人家或者對於一啲非常之唔熟悉填表嘅人咧，填表可能真係要逐步教佢哋嘅喎。所以小妍咧就喺呢一度拍咗一條仔細啲嘅影片，希望幫到佢哋啦！大家加油啊！